一份白粥200。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6号，这一期啊，咱们聊2个热点啊，这2个热点都很有意思啊。一个就是一份白粥200块钱，一个就是这个霸总微短剧啊，终于有人出手要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个个来聊啊。一个就是近日啊，媒体报道说上海某饭馆200元一份的潮汕砂锅白粥火了，说视频显示啊，菜单上潮汕白粥价格2到3人份为100元，4到6人份为200元，只有一砂锅白粥和一些咸菜。网友指出啊，上述饭馆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主营潮汕特色砂锅粥等。点评类网站显示，该饭馆人均消费111元左右，其中招牌海鲜粥2人份售价199元，5到7人份399元。潮汕白粥价格与网传一致。记者跑去核实去了啊。11月25号，该饭馆店长告诉记者说，这款白粥之所以贵，是因为用了依云水，就那个法国品牌那个矿泉水啊，不是号称一瓶68吗？用的是这个水煮的，而其他的粥呢，用的是普通的过滤水。网友直呼啊，说吃不起。有网友表示啊，自己点的这份粥啊，200块，底部都烧糊了，也就是下面都接那个锅巴了。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啊，致电该饭馆所在地市监部门，上海市浦东新区市监局潍坊市监所云，工作人员表示，已记录下网传信息，将与相关负责人反映核实情况。对于企业自主定价商品，价格是否过高，不好随便定义，要看实际情况。若商家没有明码标价或哄抬物价，将进行监管。如果消费者有直接证据，可以在12315平台投诉举报，监管部门会启动调查流程。大家可以看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个视频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个它是为什么这么贵？依云水煮的，普通的过滤水。参与讨论的不是我们的终极顾客，是我们的客人的。他深更半夜也会打我一个电话，让我煮一个白粥。做这个粥的初衷本来不是拿来卖给就是大众消费的。老板的朋友过来，然后大家说这个粥确实好吃，最后就是把菜单弄上去。这10几年前就已经是这个价格了，这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主推，不愿意是你，那你就不要选择它就行。那我们那个跟监管的这边负责人老师反映，实地的核实到底这个价格怎么样？这个价格过高了，目前来讲我们还不好随便给它进行定义，我们要看到实际情况。一般的话都是企业自己自主定价，如果说是他没有明码标价，这个要管的。那尤其讲这个哄抬物价或各方面的，那这个就是另外的事情了。我看这个事件呢，在网上引起热议。实际上，根据记者调查啊，这个叫潮汕白粥啊，这家饭馆啊，说他的初衷啊，不是卖给大众消费的，是这个老板自己做给朋友吃。这些朋友说好吃，为什么呢？他熬粥的大米啊，用的是东北有机大米，水呢用的是阿尔卑斯山的矿物质水，也就是那依云水啊煮的。你看看这个食材啊，那是经过精心挑选。老板的朋友们吃了这个觉得好吃，就把它弄到菜单上。关键是10几年前就已经在卖了，10几年前就是这个价格。你想10几年前上海的房价是多少钱一平米啊？人家10几年没涨价，就是200块钱一份，也算得上是良心商家，没涨价嘛。你上海的房子涨了多少倍啊？这个店的老板还说啊，认为嫌贵的都不是我们终极顾客，是我们的客人，深更半夜也会打电话让我煮一锅白粥。有人说啊，这个店家明码标价没毛病，没有欺诈，对吧？人家标了200块钱一份。也有人说啊，你这个粥卖的太贵了，心太黑啊，一份白米粥啊，加点咸菜200块钱一份，这不是宰人吗？不过我倒是认可市监部门的说法，这是企业自主定价，只要明码标价，只要它不是哄抬物价，人家10几年来一直这个价格，那你市监啊，你监管部门没有理由去查人家。我在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有人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搞到网上，成为一个舆论事件，而且引起大家共鸣？实际上啊，说来说去就是钱不好挣，经济不行了，这些中产的消费能力在下降。这个潮汕白粥啊，我喝的不多，反正去深圳、广州那边非常多。你头天晚上酒喝多了，第2天中午一般都喝着潮汕的什么粥啊，什么海鲜粥，什么皮蛋瘦肉粥，一大堆的，反正都是广东的。总体上啊，广东那边的包的粥啊，它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它
它本身价格就不是那么便宜。你要到河南、到皖北、山东什么地方，那粥白粥就是1块钱一份，但是广东相对较贵一点，它里面会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看这个白粥虽然看上去是白粥啊，人家加的是依云水。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这10几年都没人投诉，都没有上热搜，这次就上热搜了呢？说明经济不行。这些啊喝潮汕白粥的，以往都是你也不能说中产吧，至少是小资白领啊，收入还可以，绝对不是农民工，绝对不是什么底层人啊，吃了3顿没下顿的，他会去喝这个潮汕粥啊？不会的。招牌海鲜粥2个人199，这个是普通人喝的吗？所以说明以往这些消费者恐怕口袋里还有钱，去那儿喝粥啊，2个人喝199也不觉得啥。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粥就变成刺客，一份白粥居然还200块，受不了了，也在网上曝光，让人评评理，不就这意思吗？粥还是那个粥啊，10几年前就是这样，价格也没涨，那为什么会出现问题呢？说白了就是消费水平在下降，就是消费降级啊。这些中产，这些什么以往啊，在这个办公室的白领，这些人收入在下降，一天不如一天，越来越落魄，所以跑着去那儿喝点粥啊，被这个白粥给刺到了，就这么简单。只是这个商家有没有违规？我想啊，他能在那干10几年，而且明码标价，没什么问题。有问题呢，世间啊，主管部门监管就去了，要查他。只是他服务有问题，比如说粥熬糊了，你可以投诉他。如果这个都要查的话啊，你说咱们的监管多累啊，还得加人呢，还得扩编。你为什么不把米其林餐厅给查一查呢？在里面卖的更贵啊，合理吗？同样是上海啊，咱们节目经常说，根据上海统计局给的数字啊，是不是上海好像一共是2000多家这个豪华餐厅啊，已经倒掉一半了。就今年上半年，不知道下半年还能倒多少家豪华餐厅？为什么倒掉啊？一个是商务宴请少了，一个就是消费降级，这些群体啊，客群消失了。以往都要去高档餐厅去吃一吃的，但是现在呢，跑去喝点粥吧，发现粥居然还200块啊！不光上海，还北京，北京的规模以上的餐饮啊，利润居然是负的，今年上半年纷纷在倒闭啊。所以这个200块钱的白粥啊，这次被爆出来，实际上再一次说明上海、北京这个地方本来是头部城市啊，是有钱的地方，现在消费跟不上了。以往200块钱一份的粥，喝了也就喝了，小事。但是现在呢，不行了，因为大家收入的降啊，这是个大事啊，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这个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这个问题是反映着中国的这些中产，以往收入还不错的这些白领，现在逐渐返贫，这是最要命的地方。以往消费就靠这些人带着。北京啊，这个宝马的第一家5S 店跑路，现在福建、天津什么宝马、奥迪这些 4S 店都在关门。咱们节目也说过，这个就是中产在萎缩啊，中产没钱。你看北京、上海的中产很简单，你有一套房就是中产。哎，北京、上海有一套房，那就600万以上就是中产，但是他口袋里没钱了，他收入在下降呢，他现金流没有啊，所以过得也是紧巴巴啊。一旦失业，他就没钱了，200块钱的白粥他没法喝了，车子坏了也不能去 4S 店了，你赶紧去汽配城啊，保养一下就算了，平替一下，不要用原装，什么副厂配件也可以，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凸显啊，以往的消费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人，愿意消费的这群人没钱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过去200块钱一份的白粥没人理，没人吐槽，现在它成个事儿，被人吐槽，完了还让这个市监过去查一查。那你说这些市监局他人手不够啊，这么干的话还得扩编，缩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消费急剧萎缩啊。所以啊，通过这个新闻，通过200块钱一份白粥，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本来消费有活力的这些中产，这月薪1万、2万、3万的这些人，现在是急剧的下降，也不敢消费。第二个话题呢，那就是咱们最近也在常调侃的啊，就是关于霸总这个微短剧啊，对吧？什么20岁的霸总爱上50岁的保洁阿姨，这个正在疯狂的收割流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但是啊，这个有关部门终于出手了，忍不了了。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啊，说啊，近日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连续发布2个管理提示，对于当前在中老年题材和所谓霸总题材微短剧中出现的不良倾向进行及时提示和规范，推动微短剧创作持续向上、向上向美。这个11月22号发布的关于霸道总裁微短剧管理提示强调，以企业家群体作为故事主角的微短剧数量不断攀升，一些作品播出后受到网民喜欢，但是有一种被网民
名贴上霸总标签的微短剧，将代表成功、权力、财富的霸道总裁角色设定以及爱上我的浪漫剧情设定当成追求流量的砝码。一些制作机构争相编排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的情节。管理提示认为，这种现象正在将此类微短剧推向过度娱乐化的泥塘。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提出了加强对霸总微短剧管理的具体要求，那就是要缩数量，提升质量，不以霸总之类的字眼作为片名吸睛引流。对重点微短剧和普通微短剧要严格把关，加强调控。对平台自身的其他微短剧要加强巡查监看，督导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提高审核把关能力，防止存在刻意通过拜金、炫富、炫权、享乐等制造爽点。对主题的把握和主角的塑造偏离主流价值导向，以及宣扬不劳而获、一步登天、一夜暴富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微短剧上线播出。此外，今年10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中老年题材微短剧管理提示，其中提出鼓励塑造善良慈爱、智慧豁达、勇敢自立、老当益壮的中老年人形象，扭转突出表现重男轻女、贪财算计、狠毒蛮横的恶婆婆、恶奶奶模式化创作倾向。我看完之后觉得够累的。你说广电总局这么管得过来吗？咱就不说扼杀这种文艺作品创作了啊，你就这么事无巨细的什么都要管，这种霸总啊，什么20岁总裁爱上50岁保洁阿姨，是的啊，最近这是给人感觉很低俗啊，或者是看着不爽，但是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难道比夹头危害性还大吗？不让娱乐，不让讨论什么社会话题，那让人说什么呢？管天管地，什么的都管住。这个霸总爱上50岁保洁这种，大家可以批判，观众啊可以吐槽，可以批评，甚至可以谩骂，但是唯独有关部门不应该去管，因为有关部门那是人员有限、资源有限、精力有限，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管你该管的。这个霸道总裁爱上女保洁，他难道就真的有什么问题吗？就20岁的男的喜欢50岁的女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人喜欢钱有问题吗？这人喜欢跟成功人士谈恋爱，这有问题吗？现实社会不就是这样吗？你看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就是装啊，非得做伪君子啊，搞伪道德，对吧？这种东西需要观众自己去披露，就去批判抵制。我看不惯这个我就不看，主要跟我聊这个我就骂他，没毛病啊。这个应该是观众自己自发喜欢或者不喜欢，唯独不应该是用行政的权力去干预。正好最近啊，360的周鸿祎啊，红衣教主这个点儿也不好啊，他刚在乌镇什么互联网大会上宣布他要拍这个短剧了啊。他说啊，自己为了宣传新产品参演了短剧，这部短剧将在11月27日新产品发布会上播出。这个周鸿祎自己表示啊，他说自己只看过一部短剧，还没看完，就是20岁霸道总裁爱上50岁的保洁阿姨。这种短剧啊，我还一集都没看过，刷到了我都跳过去。这周鸿祎他说他看过一部就没看完。谈到入局短剧的初衷，他提到自己公司市场部策划了短剧，花几十万拍部短剧，能播放达到几百万，真的比任何广告都划算。所以为了公司产品宣传，他也豁出去了。这个周鸿祎还剧透啊，准备拉几个企业家朋友来客串一下，让他们扮演霸道总裁爱上50岁保洁阿姨。你看看人家周鸿祎啊，货真价实，对吧？要这个本色出演霸道总裁，他找几个企业家朋友来演霸道总裁。这回你广电总局说啊，说将代表成功、权力、财富的霸道总裁角色设定以及爱上我的浪漫剧情设定当成追求流量的砝码。人家不是设定啊，人家是货真价实的霸总。一些制作机构争相编排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的情节，人家也是霸总，没有脱离实际，人家生活中就是霸总。那你说怎么办？还管不管？那周鸿祎演霸总，或者他请他的企业家朋友演霸总，这广电总局管不管？他的片子能不能通得过？这一说啊，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如果要这样的话，你这么审，那《西游记》《水浒》这玩意儿就不能播放，动不动挖心掏肝的，动不动吃人肉，这玩意儿能放吗？不劳而获，一步登天，一夜暴富，这个难道不是当下的一个写照吗？但是偏偏不能放。所以我觉得啊，这些霸总短剧啊，虽然说看着很别扭或者是荒诞不经，但是谈不上什么危害。
代，这些很多观众他在现实生活中啊被锤得遍体鳞伤，被打得一无是处，现在只能靠这种短剧啊意淫一下，慰藉一下，暗爽一下，结果你还不用说。这种事情呢就应该是引导你这个喉舌发一些文章评论一下这个现象，呼吁这个观众啊要理性看待，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唯独不能用行政权力去干预。这就跟最近的潘东来啊、周东来啊，不是干预员工的私生活吗？什么员工结婚不能超过5桌啊，不能要彩礼，否则的话这个潘东来就会制裁他，给他什么奖金或者什么福利取消等等啊，这就是不该管的也管，该管的也管，胡子眉毛一把抓，这是归你管吗？当然了，网上很多这个潘东来这些粉丝啊，这些信徒就纷纷为潘东来叫好，认为管得好就应该管。如果你觉得潘东来管得对，那这个广电总局啊管这些微短剧那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啊。最后因为政府部门呢那比民营企业要大得多啊，以后啊你们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都要管起来。人最可贵的是自由，失去了自由，虽然你吃得好穿得好，那和猪有什么区别呢？圈养起来，这就是宠物狗和狼的区别，这就是奴性啊和独立之间的区别啊。宁愿做一只饿狼，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啊，也不要做宠物狗啊，不要做哈巴狗。这个你比如说家道老师，他就是哈巴狗，主人让他冲谁叫几声他就叫几声，现在叫错了，所以他受到惩罚，把他禁言。现在主人要跟另外一个人要搞好关系，你还冲人乱叫。所以说啊，看了一下支持潘东来的这些人，一个个的奴性十足啊，心甘情愿的被管起来，心甘情愿的把自己所有的权利让出，让别人管，说来说去就是个大宝贝。这次啊，我看了有好多媒体看出来潘东来这样的问题，纷纷出来写文章批判于东来啊，爹味十足啊。哎，结果你看看，好多人骂河南的什么企业家协会，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跳出来啊，也有媒体支持于东来的，还有媒体采访潘东来的员工，潘东来员工都是支持于东来，这个我能理解啊，就是利益链条上的既得利益者，他支持于东来，这很正常。潘东来的员工支持于东来可以，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他是一个保洁，他在潘东来那儿一个月拿7000，一年休息150天，他是既得利益者，他当然要维护潘东来啊，他不能在潘东来吃饭砸潘东来的锅，没毛病，就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说潘东来的员工拿着高薪，拿着这么好的待遇，还批判于东来，这不对。但问题是，所有不在潘东来的人，你支持潘东来，这个恐怕就有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咱们都说过了，这个潘东来靠的是什么？他不可能把这个客户就是价格便宜，员工工资还能高，供应商还不吃亏，商场租金还正常，我这个老板还能赚钱，这个叫不可能定律，一定有一个人买单，一定有一块他要贵一点。实际上就是潘东来的东西卖的不便宜，潘东来的员工他既得利益，他歌颂于东来，他美化没毛病。但是你说你作为消费者，你掏了钱冤大头，你从杭州跑到许昌去购物，跑去做贡献，完了之后你还支持，这个就是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说远了啊，说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我在以前也说过啊，所有的措施，所有的建议，所有的方案，如果是指向加强管控的，那都不是好人，都不是什么好方案。加强管控从经济上来讲，最后必然走向计划经济；从这个社会治理上讲，加强管控最终就会走向叫警察国家，不就这意思吗？一个文明的社会啊，一个社会的这些组成的人员越理智啊，社会越趋向于自治，就自己就能管好自己，不用麻烦政府。哎，如果你管不好自己，什么都要政府管，那最后政府只能越来越大，他花钱就越来越多，你的大头就必须放在那儿。虽然现在老百姓啊自治啊能力偏弱，那也是有原因的啊。即便现在自治不理想，我们自我管理能力不行，但是这不是我们要放弃自我管理，这应该是更加要加强自我管理。这种彩礼呀，这种结婚风俗，那都属于自治，就应该2个人商量，4个人商量，达成一致。那跟你一个老板有什么关系啊？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说我这个企业我规定就是这样，你来我这上班，你就不能要彩礼，同意不同意？同意你就来上班，不同意我不要你。你把这个作为一个叫内部掌控的标准可以，但问题是你就不能公开宣传，堂而皇之的，这是不行的。你说我企业的价值观就是这个价值观，但是你不能宣传，因为这个你要宣传就涉嫌歧视，就违反劳动法。你内部掌握，那你有办法，就没人治得了你。像有的企业招人，一看到女的，对吧？一看到这女性，一看到恐怕要结婚要生孩子了，他马上找理由不要，就不收你。但是他不可能在他的招聘启事上说女性不要，你现在男性或者女性你不能生孩子，他不可能写的啊，就这意思啊。所以你看，今天一个是200块钱的白粥，一个是霸总题材的短剧，一个是潘东来的彩礼，实际上都是说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能管。但是现在恰恰相反，给大家的感受是该管的他不管安全。你比如那些诈骗
欺诈，他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呢，他也去管，变成扰民，变成破坏营商环境。你把这个微短剧你一管，又有多少人要失业啊？有多少人本来这个好多人在玩这个微短剧，哎，创造一些就业，赚点钱，结果你这一棍子下去也要歇菜，这叫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你看咱们就是两个极端，一管就死，建国部一插手，他就是一刀切嘛，一放就乱，咱们自治不行吗？就老百姓他没有自治能力，不知道界限在哪啊，就像摆地摊一样，那城管也不管的话，摆地摊就能乱摆，他能把路给你堵上。我想这个大家都深有感触啊。但是城管一管呢，他就把你管死了，一刀切嘛，他最好是把你全清走，省事啊。这个也说了啊，反映出来经济下行过程中，社会治理难度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多。以前靠经济发展、靠钱可以把这一切掩盖啊，就像血一样的。但是现在钱不够了，就像血化了一样，这些矛盾都会浮出水面，都会显现出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